我哋今日嚟睇下 A 嘅三種發音同用法。第一種係 A， 第二聲調 A， 佢有三種用法。一個呢就係同人打招呼，或者應答回應人哋，或者提醒人哋。我哋分別睇一個例子。唉，咦，阿婆，你跌咗錢喎？好彩喎！先生啊，祝公子，唉，堂兄，祝兄，堂兄救命啊！睇嚟祝兄梗係輸錢輸到乾乾淨淨咁。我而家鄭重宣布，喺呢個山頭所有嘢都係我嘅，包括你在內。第二種發音係 A， 第四聲調 A， 用於提醒或者引起人哋嘅注意。我哋睇一個例子。出年我哋每級就加多200，學費雜費咧再加50%。第三種用法係 A， 第五聲調 A， 表示不滿、唔耐煩，或者勸咗人哋，再阻止人哋。我哋分別睇一個例子。都好似去送殯咁嘅。嗰啲似黑社會多啲。是但啦，係咁要整封利是啦。你呢條屋契，今晚我就劏咗你當燒豬食。咁又唔怪得佢嘅，佢又不過受咗2個妖女嘅移魂大法啫。